要舒適要型又要有玩味。仿跑咧係呢一類車主嘅心頭好。第二代奧迪 A5S5 登場啦，記者咧就率先飛到葡萄牙試揸新車。全新一代 A5 咧就用咗新嘅底盤同埋新嘅懸掛系統啦。咁咧所以廠方咧都刻意安排咗一大段山路俾我哋試揸嘅。咁玩完一輪之後咧就發現新嘅 A5 咧，你話好好玩咩？又未至於嘅。咁但係咧恭喜灣上嚟咧都交咗功課嘅。因為佢個懸掛咧，始終咧都偏向比較舒適一啲嘅。全車合共800件配件係新研發㗎，令到新車咧比起上一代減磅60公斤，風阻係數亦都降至到0.25 CD， 配合新2公升直4 TFSI 引擎啦，以及7前速 S-Tronic 自動波箱，馬力咧就提升至到190匹，但係油耗咧就降低22%。當然啦。再試3公升 V6 引擎嘅 S5 呢，又係另一回事啦。354匹馬力嘅爽勁呢，500 Nm 扭力嘅加速起動，玩味大得多，公山更加稱心。咁連奧迪呢一啲都唔孤寒咁樣，為新車加入大量嘅全新安全系統，新 A5 亦都唔例外。記者呢試玩新自動泊車輔助系統，自動扭入嘅使用方法大同小異，操控呢冇太大嘅難度。而自動駛離車位呢，就比較新鮮，要試2次認清步驟先至識得玩。如果你發現個位好窄咧，想佢幫你離開咧都得㗎喎，只要入咗波，撳咗 Park Assist 系統，跟住打呢個左燈，跟住咧畫面就會問你係咪想離開啦，你答 OK， 跟住佢就會自己行㗎啦。你睇下，嗱，佢自己扭出嚟。嗱，佢要你褪後啦，你只要跟住呢個畫面做就得噶啦。只要控制住個迫力咁就得噶啦。咁一出咗成架車出嚟咧，佢就嗌你自己 take over 翻個 steer 噶啦。至於新外貌咧，就刻意拉長車頭比例，配合4條骨線嘅頭冚。扁扁闊闊嘅新軌面罩，頭尾新泵把、新燈組嘅設計，同埋車側骨線嘅元素呢，比起之前更加顯露動感活力。而內廊嘅裝潢亦都全面升級啊 ！Virtual Cockpit 全數碼標板，8.3寸中控屏幕，兼備 Audi Connect 嘅聯網系統，插入 SIM 卡呢就可以即時接收啦。天氣、足球賽果、搜尋餐廳等等嘅功能。仲細心咁樣咧加入車廂氣氛燈、座椅按摩功能、安全帶自動運送等等嘅設計，務求令到新 A5 嘅豪華推向另一個層次。